醫院管理局近年積極推廣母乳餵哺，並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成功餵哺母乳10項指引，執行愛嬰醫院嘅護理模式，積極推廣支持保護，並提供優質嘅服務，令母乳餵哺更順利，咁媽媽同 BB 都可以得益。醫院已經制定好母乳餵哺政策，會傳達俾每一位員工同新入職嘅同事，大家一齊執行，使服務更一致。唔係淨係出世嘅時間嘅。另外，醫院亦會為要照顧媽媽同嬰兒嘅醫護人員安排母乳餵哺嘅培訓，俾各人更能掌握同實行政策所需嘅知識同埋技術，令母乳餵哺能順利進行。我哋會向每位媽媽講解母乳餵哺嘅重要，同講解點樣可以成功純母乳餵哺。唔單止會解答母乳餵哺嘅問題，亦會教佢哋正確餵奶嘅方法同埋重點。為 BB 盡早親近媽媽，產婦無論係順產抑或開刀，我哋都會盡快將 BB 送埋媽媽嘅身邊。等佢哋有肌膚嘅接觸 ，BB 亦會按佢嘅本能吸啜人奶。同 BB 嘅時候咧，任何時候部分媽媽因為唔識餵母乳，往往喺初期會感到氣餒，所以我哋要耐心教導產婦掌握餵母乳技巧，包括餵奶嘅正確姿勢，避免食損奶頭嘅問題。仲教佢哋用手揸奶嘅技巧，以備有需要時使用。我哋支持用純母乳餵哺初生嬰兒，所以除非係因為醫療嘅原因，否則唔應該用奶粉、水或者係其他嘅飲品餵 BB， 以免影響 BB 嘅健康。而且 BB 吸啜少咗，媽媽嘅奶量亦會減少。仲要謹記唔好用奶嘴，以免混淆 BB 吸啜嘅方法。喺 BB 出世之後，我哋會盡快將 BB 放喺媽媽身邊，令媽媽可以同 BB 全日24小時一齊。咁唔單止可以令媽媽隨時按照 BB 嘅需要嚟餵奶，仲令佢哋多啲了解 BB 嘅需要。咁 BB 喊少啲，媽媽乳汁亦會多啲。為咗媽媽同 BB 嘅健康更有保障，喺出院前會轉介媽媽到母嬰健康院或者診所跟進，並會提供支持母乳餵哺嘅資料同熱線俾佢哋。除咗以上所講嘅10項指引之外，現時所有醫院已經停止接受免費奶粉供應，並喺醫院範圍內禁止供應商向產婦或者醫護人員推廣或者派發母乳代用品或相關產品。如果你見到呢啲行為，就必須要向上司或者醫院報告。而對內方面，醫院設立母乳餵哺室，以鼓勵支持女同事喺返工之後可以繼續餵哺母乳。而有關呢啲母乳餵哺室嘅詳情，有需要嘅同事可以向醫院人事部查詢。我哋堅信母乳餵哺係標準嘅嬰兒餵養方式，所以醫管局同醫院大力推廣母乳餵哺。我哋上下一致，希望能夠為產婦同埋 BB 締造一個理想嘅環境，令到媽媽能夠成功餵哺母乳，BB 健康成長。